請高天賜議員。多謝主席、司長、各位官員、各位同事。咁咧好多第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年青人，好多年青人咧知道司長今日嚟嘅，咁咧佢哋好開心咁啊通過我自己本身都有個青年委員會，咁咧就佢哋叫我反映俾司長啊，而家佢哋面對嘅問題嘅，因為事實上咧而家青年人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嘅，因為佢哋讀完書咧畢咗業之後咧唔係好似以前咧咁容易揾到嘢做，咁誒事實上咧如果做唔到車手或者水客嘅咧，咁誒唯有咧就失業一等。咁咧原因咧好多文職咧都係俾外勞咧侵蝕晒，咁嘅結果咧就係個壓力咧非常之大。目前嚟講咧有啲讀緊大學嘅，咁佢哋個學費咧非常之貴啦，因為某個情況咧佢哋如果係單身家庭嘅啲仔女咧，或者佢哋是但一個係父親啊或者爸爸媽媽係因為失業咧要負資產，咁啊跟住咧就要賣樓，跟住就去珠海住咧，咁啊變咗佢哋嘅壓力咧非常之大，所以佢哋嘅第一個訴求咧就希望個司長可以伸出援手去幫佢哋咧，就係可唔可以咧佢哋讀緊大學係豁免佢哋嘅大學嘅學費，或者做一啲大量嘅即係資助咧，令到佢哋冇得咁大嘅壓力。咁高天賜議員，你提出咗一系列嘅問題嘅。咁本澳年青人嘅大學嘅學費咧，其實我哋自從實行15年嘅免費教育開始咧，我哋已經係有一個目標咧，係唔會等任何一個澳門嘅年青人咧，因為家庭問題咧係讀唔到書嘅，所以咧喺大學呢邊咧個學費我哋係有貸款金額係俾佢哋嘅。